来看台南有一个60岁姓陈的大兄，离爸去朋友的公司拍麻将，向有警察冲入来，大兄是指控警察对伊起骹动手，嘛造成伊受伤。伊嘛质疑讲警方的执法上过超过，要求警察爱回失礼。警察是解释讲因为迄个所在有诈骗集团的出入，迄个大兄迄当时是挡伫门骹口，嘛误会讲伊是诈骗集团的成员。也毋过警察嘛强调讲，因绝对无使用暴力。 他是从这边踹的嘛，然后他导致这边会痛，所以两边都会痛。掀开衫裤，身躯拢是铁布，这名住伫台南的大兄，算着家己身上受伤的部位，指控警方甲明明当作嫌犯，伫伊无犯罪能力的时阵杀人，导致伊受伤。但是大兄讲，28号迄天，伊甲朋友聚会的场所拍麻将，毋知影有车手集团的成员进出，听到外口有声音，当作是人来冤家，动门自保，想袂到是警察，甲伊压制了后，佫斩人，让伊非常不满。门打开第一时间我就被压制在地上。 全身平躺地上右手被反压，然后呢，先被踹2下。这个执法已经超越不当执法，超越国际标准。抓那个手！警方提供画面证明，单姓大兄当时挡伫门口，强调当时因有搜索票来查去着早起的水房，所发现这间房间锁条的，破门了后有人主动，才会用优势警力来压制。清查了后，确认大兄无嫌疑嘛，到3工来叫救护车，不过伊无愿意看医生。 过程中强力压制有造成陈男身体不适部分，有立即叫救护车到场。我医务人员到场后，陈男表示已无大碍，不愿就医。警方讲无占人的行为嘛，强调有表明身份。不过大兄讲，因店的空间离大门口100公尺远，根本无听到声音，无法度认同警方的做法，希望伊会当回失礼。记者王刘婷平、赵款文正行台南高雄报道。